来关心俄俄战争哦，伫过去几天，乌克兰伫前线巴赫姆特收获几下砖头。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昨日表示讲，乌克兰想要甲罗西亚的军队赶出乌克兰，也毋过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 乌克兰部队17表示，经过几个月激烈对战，成功为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出克里斯基夫卡村这个村位于俄军占领的巴赫姆特以南。伫这进前，另外一个村安德里伊夫卡也有一名乌克兰的士兵爬起墙顶，佮将乌克兰的国旗插起来。乌军南部发言人叶夫拉什证实收复这个村的消息，佮表示收复克里斯基夫卡对乌军包围巴赫姆特有帮助。 А особливо відзначу сьогодні воїнів, які крок за кроком повертають Україні своє. Кліщівка, молодці.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克里斯基夫卡村方解放，因为敌人犹原想要夺回失去的所在，所以规间乌军拢也咧坚持抵抗敌人的进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7表示，虽然乌克兰反攻行动无失败，几乎将俄罗斯部队赶出国境这个更加大的目标有非常高的底线，强调乌军也阁有大量的战斗能力。另外，挺进南部海岸甲收复马列坡顶，米利表示。 家己无想要做出有切，广西新闻黄慧玲编译。